唔可以。三分射手。喂，黃家興，你傳底線咪傳中間啊！散閘啊喂！夠輸啦！中線，喂，黃家興跑前，球隊。一個睇死邊啦！撐過去。走啦！回身，黃家軒試呢隻。班完細嗰啲唔係你啊，入翻嚟啊！收翻落去，係正南。L， 好亂跳。什麼？明白。佳權下過，葉益貴，魏正南，班宇順，家軒。你哋一三一葉家權。扯埋，呢個。停佢，望咗先啊可以，係good，好波，哎呀，打埋。換人，翻嚟上，黃家，正南翻嚟上，施俊明，李建南換埋，葉家權，你手最前，你哋深色進攻啊！聽嘢得唔得啊？計財會講嘢啊！施俊明手最後，阿 Wiley 同埋阿哥手側邊，葉天威手中間，11啊！施俊明出，準備跑 check 啦 check， 冇咩換，佢哋，防波，咩位啊？賣咩？擘大隻手，走！葉家權冇咩換，歐力，中線一隻，再望前，防守，對好喎。冷靜，太遠。就等於啊嚇！喂，我哋可以齋射啊！走
息，地方邊前地方，十息，快啲！冇力啊！1分鐘，一次預備。啊，葉永威唔關你事，側邊唔關你事，阿哥上嚟。收翻中，收翻中，收翻中。嚟到喂！我位咯，我位咯，追完好久打一過機，阿哥啊！喂，頭先阿黃家軒啊，你俾阿魏靜南嗰下，你俾錯方向啦，直頭。阿魏靜南喺底線呢個位，你俾呢個位，唔係咪應該俾呢個位？佢手已經係打開呢一度，你俾錯晒。